公司茶水間嘅雪櫃一向都係公地，大家都會放自己嘅飯盒、水果、零食。有一日，阿美發現自己放咗個芝士蛋糕唔見咗，仲以為自己記錯。到咗第二日，阿輝嘅朱古力牛奶又離奇蒸發。第三日，阿強嘅午餐盒仲少咗隻雞髀。大家都開始懷疑公司有人偷食。一時間，茶水間充滿緊張嘅氣氛。個個開雪櫃之前都四圍望下周圍，好似緝兇一樣。終於有一日，麥兜去倒垃圾，見到茶水間有人喺背住到門度企住，佢好奇怪，就望咗一眼，竟然見到佢拎住成盒餃子，食到津津有味，仲喃喃自語咁講：咁啱啱好啦，今晚唔使煮飯。麥兜呆咗呆，心入邊又驚又尷尬，唔敢出聲，唯有慢慢退返出去，扮睇唔到咁。第二日，公司 HR 出咗封電郵，標題係：請大家尊重同事嘅私人物品，共同維護良好嘅工作環境。大家都心照，知道有人中咗，不過各位同事冇被公開點名。只係之後雪櫃入邊多咗好多人用粗筆寫住自己個名。麥兜每次見到都忍唔住，心裏邊諗：其實乜乜以前成日都話肚餓就自己煮，唔好偷食人哋嘅嘢。佢突然覺得原來有啲原則係真係要記住嘅。